书第4章，第3章对第40开始到14节，一开始，我这个题目头前迄字我写袂出来，总袂记得写，有一个袂记得后面的事，煞变做记得后面的事啦，毋过其实我的意思嘛是要爱咱爱记得后面的事，等一下来解说一开始，保罗第40就讲安那，伊就讲虽是安尼，我也有通瓦克肉体，若别人掠做通瓦克肉体，安尼我搁较有，就是讲，保罗是咧讲啥？因为咱今日为第40开始，头前爱解说一下保罗伫传道的事工内面两款甲伊对敌的人一款是犹太人，就直接甲因看做保罗所传的耶稣的福音是异端。其实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 伫犹太人看起来，一开始甲当做这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愈看愈奇怪，愈无共款当做是一个异端，这个是第一种。保罗的敌人那第二款保罗的对敌是犹太人基督徒就是讲已经真做基督徒的犹太人，毋过即款的犹太人有一款的坚持，因认为讲，若是外邦人要真做基督徒，一定爱行割礼，行割礼，得爱遵守。所有旧约的律法、律例，犹太人既然是犹太人遵守的，遮个外邦人拢爱遵守。安尼了后，较有资格真做基督徒。毋过保罗的意思讲，毋是，安尼就毋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吗？若要真做基督徒，就是完全靠耶稣基督的信息。这是耶稣基督的信实就完全是靠耶稣基督保护，所以你若是外邦人，你若毋是犹太人，你毋免搁行割礼，你毋免去遵守所有旧约记载，要互犹太人去遵守的代志。毋过遮个犹太人基督徒的势力足大的因的势力足大的，所以保罗因传到底就有遮个人对伫后壁，去想要去。说服保罗所传福音的这外邦人基督徒所以其实腓立比书到遮的时阵保罗咧写是气不不的，很生气的像伊头前咧讲到，讲你在第2节第3章第2节，你在提防遮个歹狗，讲人是狗你在提防遮个做歹的提防遮个受伤怪迄个希腊文迄个歌里迄字伊的意思是讲，伫一个物件的外口一个物件的外面画一领，用刀子画一圈，你就可以想象他讲的歌里是什么意思毋过保罗遮爱讲爱提防遮个受伤怪意思就讲，迄个希腊文的意思讲爱提防遮摕刀黑白毒的啦。所以你看，保罗是足受气遮个人讲保罗讲因遮是夸口因的肉体，毋过若要夸口肉体，保罗讲我嘛会使啦。若要靠肉体的话，我嘛会使。若是别人认为伊好通来夸口肉体伊讲我搁较有，我比因搁较有资格。遮来停一下保罗咧讲的肉体是啥物意思这个肉体是什么意思？伫保罗的教示内面，不只是腓立比书，讲到最解肉体，伫罗马书、加拉太拢有讲到肉体。肉体的意思会当是，就是肉体，就是肉体。这个肉体呢，其实更较宽的意思是相对于圣灵。当保罗咧讲肉体的时阵，它的相对词就是圣灵。毋过遮还要提醒不要跟希腊哲学的二元论混在一起伫希腊
的铁盒内面，伫保罗耶稣迄个时代，罗马帝国是受到希腊的铁盒足大影响。啊，希腊哲学因是一个最重要的主张，就是人分做两部分，一部分叫做肉体，你的身躯，这是肉体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灵魂，灵魂不是这里讲的圣灵灵魂。人有两个部分，肉体甲灵魂。肉体是会破病、会衰老、会死、会灭亡。毋过灵魂呢？灵魂是不灭的。这是希腊哲学的看法。你属物质的肉体会衰微、会灭亡。毋过灵魂是什么？不灭的。这是希腊哲学的二元论，这不是圣经的教示。这个不是圣经的看法。所以保罗在讲的，用肉体来相对于灵魂，圣灵，不是希腊哲学在讲的，用肉体跟灵魂的分别无同款。当保罗在讲肉体的时阵它不见得是指肉体的情欲啦、分担啦、贪婪啦，这歹的所在有当时咱基督徒若讲到肉体，你就想到不好的，因为这个是受到我都讲的希腊哲学的影响。肉体是属于负面的。保罗讲的肉体不一定是在讲这个。保罗在讲的肉体是指什么货？是指跟性情相对的一切。若要来用咱较明白的当讲的意思，就是讲，既然是世界的价值、看法、做法，伫保罗的语汇内面，伊就是用肉体来形容。譬如讲，我举一个例子，咱讲因性称义，什么意思？咱讲对性称做义，什么意思？就是讲，人会当互上帝甲你称做义，是靠什么货？靠这个性你这个性会当有两款的解释，会当讲第一个解释是咱较传统的解释是讲，靠咱信耶稣基督，咱互上帝称做义。安尼讲，听有靠咱信耶稣基督，咱互上帝称做义。毋过第二款的讲法是讲，靠耶稣基督的信息，咱互上帝称做义。耶稣基督是信实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伊是一个有信息的，所以咱互上帝称做义。意思没有差太多，只是重点放在这是耶稣基督的信息，也是咱对耶稣基督的信。无要紧。因信称义，若伫保罗迄个时代，甲因信称义另外一个观念相对的，就是靠着什么货来称做义？靠着我爱做好代志，互上帝称做义。这样看懂吗？那这样子靠着我的功德，借着我的功德，甲我做好代志，上帝甲我称做义。若要照保罗的讲法，就是。安尼，这款的人就是靠什么？靠肉体称义。我唔知道我解释清楚不？大家还在放假吗？我有解释清楚所以肉体不见得是指不好的事情伫保罗在讲的肉体唔是无好的代志。毋过保罗是讲，你唔通想要我靠肉体来互上帝称做义。所以，若用较简单的意思是讲，毋是因为你有做礼拜，你有奉献，毋是因为你伫教会服侍，毋是因为你做古水、温柔、可爱，所以上帝安甲你称做义。毋是，保罗毋是安尼，保罗是讲，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上帝的囝儿，这是上帝恩典，上帝互你正做。上帝的囝儿，所以重要的是后壁，所以你即马你得安你得礼拜奉献服侍，你得有公义、慈爱、温柔、可爱，知影意思无？不是反过来就是讲，
那我靠肉体要甲上帝建立关系的人，伊是掠做伊有来做礼拜，有来奉献，有做好代志，所以伊会当甲上帝建立水的关系。毋是，毋是，是因为上帝照伊的仁爱，照伊的慈悲，照伊的稳定，互咱先互咱成做伊的囝儿。所以，咱既然已经成做上帝的囝儿啊，所以咱就爱有礼拜，有奉献，有服侍，有公义、慈爱、温柔、可爱。我有讲清楚无？好，所以保罗意思讲，若要靠肉体，若要靠恁本来这犹太人基督徒所靠的，讲我来，我讲我会前互恁知影。保罗讲吼，我第8天，我出世第8天，出生第8天，我就行甲礼啊！啊，你们这些外邦人吼，现在20、30、40岁了才要行割礼，你们比我怎么样？差太远了啦！哪要靠行割礼吼？我当然是可以夸口的。我出世第8天，我就行甲礼啊！啊，我咧，我是以色列族的，我是以色列族的哦。我的血统很棒哦，是便雅悯支派啊。好，咱知影便雅悯是雅各的第12个儿子哈。当初所罗门王以后，这个帝国以色列帝国分成北以色列跟南犹大。好，南犹大跟那犹大支派啊，甲啥物货？便雅悯啊，甲顶多半个马拿西支派。好，所以便雅悯支派一直在以色列人内面是一个最重要的支派，被当作是个贵族君王的支派，因为以色列人第一个王什么人？第古用以色列第一个王是谁？什么人？扫罗对不？扫罗什么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哈。好，所以保罗的希伯来名字也是叫什么？扫罗哈。所以扫罗一直很臭屁，我是以色列族的呢，而且也是什么重要的便雅悯支派的哈。您比袂过我啦哈。啊，不只是安尼哦，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好，我不止我的血统，我的出身是纯的犹太人。啊，不过这个希伯来人是咧讲什么意思？就是讲，因为经过古约，这个国家以色列人、犹太人被灭、被掳，很有可能吼，你虽然是以色列人，你是便雅悯支派，啊，不过吼，因为你从小住伫对，你被掳嘛，你住伫外国嘛，好，你从小住在英格兰，所以你也要讲希伯来话呗？会不会？可能袂晓去啊。虽然你的血统很纯正，可是你可能对希伯来的文化、语言拢安那，拢唔知去啊。就那亲像咱台湾人移民到美国，啊，第一代也是佮讲台语嘛，对无？啊，伫美国第2代咧，就开始袂晓讲去第3代。虽然是看起来甲咱共款台湾人，啊，毋过都袂晓讲台语啊吼，也是讲台语讲啊，甲我差不多尔。好，所以毋过保罗要讲，我毋是即款的吼，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的血统纯正，我的文化也怎么样？我的文化是传承着咱传统以色列人的文化。那搁来，保罗讲，那对律法来讲，我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伫耶稣迄个时代，新约那个时代，他因是介注重遵守律法的然后是以复兴以色列的文化为宗旨的这群人生活拢过甲做认真虽然我常常甲咱高连教会兄弟提醒虽然伫4福音耶稣敢若要骂啥物人，
哦，耶稣无骂什么派人、强盗、小偷都没有骂，耶稣只骂谁？只骂法利赛人。所以让基督徒印象都觉得法利赛人是坏人，对不？其实法利赛人不是坏人，耶稣是每家的人假冒为善，按哥不要怀疑，还是有很正直的法利赛人。所以耶稣我们才会讲恁的义，你们的义，恁的义若无赢过法利赛人的义，恁就无法度入上帝国。你们不要连法利赛人都比不过啦。耶稣意思是安尼。所以讲，就律法来说，我是人人尊敬的法利赛人。哪你看我的热心呢？我是专门迫害教会的。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是专门迫害异端的啦。在教会群体内面，咱看即马就好。现在群体里面，咱可能会讲啊，什么人的教示唔对，谁某某教会是异端啊？你会去迫害他吗？你也可以对付伊呗？不会啦，就知道他是异端嘛，教导有错误。这个陈思豪牧师怪怪的，就这样子讲而已。你不会想要去干嘛？去逼迫他，那得是对上帝怎么样？很热忱的人才会想要去怎么样逼迫那些异端。保罗是要讲我就是这款的人，我甲恁笨蛋的惊代志的人无同款。这个人教示甲上帝的教示无同款，我就要来甲对付。保罗讲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在律法上的义，我这个人从头到脚无可指责啊！你无法度会抓到我任何的缺点，通摕出来讲。所以这个代志有简单无？不容易呀。就是讲保罗要做到安尼，说我把我的底先给你们看，我算是什么一流的啦。哪要夸靠这个代志要依靠这些事情，我不会输你们。不过保罗后面这句话介重要，伊讲不过这个代志本来我掠做对我有利益的代志，即马因为基督的缘故，我拢当作是有损失的。就是说，恁若要认为讲靠行这个行罪，这个实践会当甲上帝建立关系，若是这款的思考，安尼我上高，因为我行上济，我做上济，我做上好，这个代志是众人看做有利益的。不过我今日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甲我进前当作有利益的这一切物件，拢看做是有损失的。这保罗他在论证，是在论证这个。伊讲，我认识，我认捌耶稣是上重要的宝贝。我甲这个进前，互恁当作是好的这个代志，拢当作是粪扫。到这有清楚无？那我就要问个问题了。所以这些万事，互耶稣、互保罗当作是粪扫的代志，是跟耶稣是对立的吗？是互斥的吗？用下段我做个例来讲，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恁的做礼拜，恁的奉献，恁的服侍，恁的伫社会有公义、慈爱、温柔、可爱。恁做这个代志是甲耶稣是对抗对峙的吗？互斥的吗？是不是安尼？不过是安那保罗讲，我当作这是粪扫。为什么保罗说这些是粪扫？就是保罗甲伊的出身，甲伊进前伫宗教内面所做一切的好，伊当作是粪扫。这样不是代表我们现在做这些事情嘛是粪扫吗？耶稣基督是最好的宝贝，信靠他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问题不是出在加跟耶稣是对立互斥的，问题是出在顺序。什么意思？问题是出在顺序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这些好行为
本身是不好的，本身是笨手，唔是这个好的行做，包括咱即马做礼拜奉献服侍，吼，伫社会有公义有慈爱，唔是基督徒去做这个代志，本身是笨手，唔是，是咱若掠做，咱要做这个代志的目的，会当互咱甲上帝建立水的关系，就是称义的话，安尼这是笨手，这个想法，这个动机是笨手。应该是什么？好，这个是笨手啊，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也当借着这些事情来成为上帝的儿女，你这个想法是有损性，是笨手。就是说，这个是属肉体的，这是保罗的用语，这个是属肉体的。不过，如果反过来，各位兄弟，如果反过来，咱若清澈，是因为耶稣的信实，他是可信任的，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互咱会当成做上帝的温柔可爱。安尼的话，我即马开始，咱来做这个代志。安尼，这个代志敢要阁是笨手？这不是了，弟兄姐妹，就不是了，保罗这个想法，在迄个时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啊，是一个不得了的想法。各位兄弟，不要说那个时代，2000年后的台湾基督徒的群体，这个也是个要不得的想法。基本上基督徒多的是我现在讲，包括我基本上基督徒多的是什么想法？两款两个极端嘛。我想要做好代志。想要做一寡好的行为，要得到安那？我伫上帝面头前一个稳妥的地位。我若有来做礼拜我就可以上天堂。我若奉献较济我若认真服侍安尼上帝会赏赐我拢伫这个世间平安大趁钱。这是一个极端的想法。另外一个极端。咱基督徒可能会安尼想讲，既然我已经安那得救啊未？各位兄弟，得救啊未？我已经得救啊嘛，所以我就免遐拍拼嘛，对吧？免若要做礼拜就3不5时出现一届，对吧？若要奉献加减就好啦，反正教会无超过这份啦。若要服侍还留互别人去做就好啦，反正我已经安那。得救啊！刚好就是这两个极端。各位兄弟，保罗的想法，即使是到现在，咱今麦基督徒来看，犹原是非常宝贵的想法，非常正确、非常好的提醒，提醒。保罗的意思是讲，咱唔通掠做，咱要用咱的好的行为，伊的用语就是肉体。好的行为要来赢到这个得救，上帝的得救，做不到啦。保罗说不是啊，我们的得救，咱会互上帝称义的这个地位，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赏赐互咱的。那既然咱这的人不配的人，没有资格的人，已经接受到上帝的恩典了，所以我们就要表现出好的行为，上帝所欢喜看到的行为，刚好是反过来的概念，所以不是因为行律法而得的义，这保罗讲的而是因为什么？信基督而得的义。那么 based on 这个 faith， 因为这个信心，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信息，咱会当对上帝得到迄个义。我们在说，咱基督徒在讲的，从上帝来的义的这个状态，就是讲这个人是跟上帝有好的关系。
就是上帝会去甲你的脸书顶悬，甲你按一个什么赞啊？就是讲这个人，上帝看做是义人。上帝若看你是义人，甲你按赞的原因，毋是因为你行好代志，你的表现做好。上帝甲你按赞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流。你相信耶稣基督，那千万不是停在这里，千万唔通讲，因为我上帝甲我按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句点就结束了，不是。重点是在咱既然互上帝按赞啊，咱互上帝刚刚看起来是义人啊。既然是被称作是义人，那接下来我们的行为就最好是一个什么？义人会行的代，义人会行的代志。好，所以保罗伫这个腓立比书的讲的这个道理，伊的概念，不要说2000年前，即便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宝贵、很要不得的概念。我相信咱侪基督徒，这个搞得很迷糊，无去思考到这个问题。好，因为咱若看到基督徒，无爱服侍的多啊。无爱付出的多啊，无爱牺牲的多啊，干那要享福的多啊。这就表示咱其实无看重咱的身份是一个义人的身份，不看重我们是个义人，所以我们不想有这一些呈现甲行做是义人的行做的生活。咱要阁是叫咱家己会欢喜在过日子。啊，这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呢，各位兄弟，这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保罗的这个道理是介重要的，所以保罗一个讲了，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伊是要认捌耶稣，他是要认识耶稣哦 ，adore 希伯来文的话，的话就是 adore， 这个不是讲知影耶稣。知影耶稣的出生，知影耶稣在做啥？不是认捌耶稣这个认识这个概念，这个动词，在犹太人的概念是建立生命深层的关系，就是性命结连做伙，这叫做认识。所以犹太人把性关系也是用认识这个字来表达。创世纪第4章第1节，一共。亚当跟夏娃同房，我们的翻译是这样子：亚当跟夏娃同房，然后就生了该隐。原文是写说亚当就认识夏娃，然后就怎么样？就生了该隐。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看下这，伊讲我要认捌耶稣，我要甲耶稣的性命结连，我要知影耶稣什么代志，伊搁我要得到伊搁我的快乐，我要甲耶稣做伙受苦。做伙死，望我会当甲耶稣做伙过活。各位兄弟，我伫固定6点半吼，真正有最咱的兄弟拢，他们很诚实哦，他们会私下或是半公开问我讲，牧师啊，你大概拢讲咱基督徒在受苦吼，安尼规气卖做基督徒，毋是较好，就不要当基督徒啦。每次都说基督徒要受苦这样听起来很难过呢，一点都不积极正面盼望，会袂啊？各位兄弟，我会讲啊，基督徒爱受苦，听咧做迄落的安尼卖做基督徒较好啊，对无？做基督徒爱受苦。那一天我们在祷告会，我就举一个例子那一天祷告会我们举一个例子，咱哪拢最爱食肉的人喜不喜欢吃肉啦？我们上礼拜天才烤肉呢有介意食肉无？咱若只爱介意食肉的人即摆若规定讲你爱食菜会艰苦袂？你讲3不5时食一摆菜是袂歹啦不过若对大开始，从10月8号开始，我们古亭教会的弟兄姐妹3餐都吃什么？吃素，咬胡萝卜，哇，跟兔子一样，加割类菜，不可以吃肉，各位兄弟，安尼有受苦无？有无？这日子这艰苦的对无？
啊，毋过吼，古亭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吼，笑嗨嗨，什么人？举手一下好不好？办公室主任，恁头唔压起来，早伫对去啊！啊，咱的英语有欢喜无？吼，英语唔知为他当时开始，伊就开始食菜啊。吼，我问讲你是安怎食菜？伊讲吼，我这些人食饱已经食伤济去啊。好，他可能因为环保的原因，也可能因为健康的原因，哈，伊的只吃鱼肉跟菜，哈，鱼肉甲菜尔。各位阿姐，安尼食菜对